期在香港忙于拍摄新戏《鲍三俏娇娃》的周秀娜，4月19日现身广州，为自己的新书《梦他处》内地首场影像展做宣传。当天，周秀娜一现身，立马引起一阵骚动，粉丝们都争相一睹女神风采。活动现场，周秀娜与粉丝分享了新书的写作过程，还大谈与周星驰合作的趣事。从小看周星驰电影长大的她，犹如小粉丝一般。现场更是不顾脚伤，摆出在《西游降魔篇》中的经典动作，让大家直呼过瘾。早前穿高跟鞋拍打戏，失去重心，伤了3条韧带。当天现场，周秀娜的脚上依然绑着绷带，双腿也有多处淤青，让现场的粉丝们看得直呼心疼。转型打女之后不断受伤的周秀娜，工作之余希望身边有人疼爱。虽然目前是单身，但是身邊並不缺乏追求者。我冇啊，而家冇男朋友，我單身啊，都有咁，但係未有咁嘅時間咯。係啊，即係就算做嘢又比較忙啲，咁啊就算想發展下、了解下，咁啊都難啲咯。係啊，嗰個安排太忙，係啊，盡量啦，我隨緣啦。優酷娛樂廣州報道。經典匯聚，口碑之作。夏洛克帶領超能少年殺出靈界，優酷英劇頻道重磅上線。